到这个槟榔是台湾的农村一个真重要的经济来源。全盛时期，全台湾种槟榔的面积有56000公顷，比两个台北市还阁较大。今年的产值130亿。但是随着这个风灾带来土石流，政府开始来检讨槟榔对水土保持的危害。虽然这几年来政府有辅导农民来转型改种茶甲咖啡。 但是即卖，全台湾也是有43000公顷的这个槟榔园，这个转型的效果无真好。槟榔是真一人工作提神的物件，全台湾食槟榔的人口超过100万，原住民甚至送礼拢送槟榔。在1996年上流行时期，台湾种槟榔的面积有55000公顷，年产量有16万吨，年产值有130亿。 因过随着赫博投资等等重大风灾带来土石流，政府嘛开始重视槟榔对水土保持的影响。因为全台湾有70%的槟榔种在山坡地，较造成崩山。坡度比较陡的地方种植槟榔的话，那就是超前利用。那根据水土保持法的规定，就要去采伐。政府为2008年开始推动鼓励错槟榔树废园。 转作其他经济作物，因过经过11年，全台湾槟榔种的面积依然有43000公顷，年产量10万吨，年产值114亿，转型无啥效果。南投的话，103到106年了哈，办理废园有223.02公顷，最主要是油茶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短期造林树种。 就算政府这几年来大声地话讲水土保持的重要，也过种槟榔靠照顾，喷农药啊嘛无啥物特别的规范。食槟榔的人口又搁遮济，环保甲利润，倒一项较重要？问农民就知影。